主，巧儿想死你了。这些天你都去哪里了？巧儿日夜挂念着公主，吃不下，睡不着。今天总算见到公主了。好，巧儿，别哭了。你看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公主，你答应巧儿，以后不要再不辞而别了。好，以后我答应就是了。啊，对了，宫里的情况怎么样了？我听表兄已经说过了，什么玉嫔侧金皇，公主都是不轻易在人前露面的，还滴血来试。父皇就真的答应了吗？陛下也不愿意，但是又不想惹恼异族特使，怕引起边疆告急，所以就许下了7日的期限。明天就是7日之期了，到时候所有的公主都要去赏花殿试玉嫔。那要是不去呢？那个可恶的特使非要见靖公主，虽然陛下已经告诉他们，公主有恙在身，不便见人，但是怕就怕特使他们不依不饶。好了，最怕你这种眼神了，我帮你想个办法。我倒想到个好主意。那你快说，什么好主意？既然那个特使没有见过靖公主，不如我们找人冒名顶替。哎呀，不行，这可是欺君之罪啊！要知道，一旦事情败露，肯定会连累顶替我的人。要是惹恼了异族，两国开启了战火，这样的话，我就成了祸国的罪人了。不行，这会牵连多少无辜，绝对不可以。公主，你就安心在萧府住下去吧。也许其他的公主是金皇，也说不定啊。怎么办呢？要是回去的话，肯定就要去试玉嫔了。若我不是金皇还好，但万一是我，那又该如何是好呢？难道我真的要远嫁异族吗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我一生一世就再也见不到王大哥了。静儿，郑兄，你怎么来了？知道你心里委屈，所以来陪你聊聊天。谢谢你。郑兄，朋友之间当坦诚相对吧。你说真心话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我是男子汉，当以家国天下为重。你们怎么都这么说啊？以国家为重，以社稷为重。可是话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呢。我是女子，凭什么要担负这么大的责任呢？不是你让我说真心话的吗？静儿，刚才是我不好，我不该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，给你压力。你是我的朋友，更对我有恩，我怎么会让你牺牲自己，委屈自己呢？
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去抉择吧，选择你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三妹，随着你的意愿，去过你自己想过的生活。我想好了，我是女子，没有你们男人的胸襟，也不会牺牲自我的。无论你做什么选择，我都支持你。谢谢你这么支持我的决定，你真是我的好朋友。既然我已经下了决定，那我就准备逃跑了。哎，你帮人帮到底啊！你要跟我一起逃跑，还行不行嘛？李靖，我知道你藏在萧府。既然我杀不了你，那么你就去和亲吧。这位就是静公主，有倾国之貌，望特使明日玉屏宴血时，莫认错人了。你为何要帮我？是什么人派你来的？特使无需理会太多，只要知道这位是静公主便可。没事放这么多守卫干嘛呀？萧小侯爷怕有刺客来伤害公主，所以才严加防范的。哎，到底哪个是后门啊？你这里不是常来吗？其实我也是个路痴，从来就不变方向的。哎呀，我说公主大人，你既然不认路，为何一直在前面带路呢？那我又不知道他们家有这么大。哎呀，早知道我就让表兄画个地图了。马上好了，别动！哎呀，让你别动，你还动！你看，都是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这是阿莫和表兄的声音啊。别动别动！他们两个死对头，怎么会在同一个房间呢？你行不行啊？怎么不行啊？你别乱动就行。你这么乱来，被人看见怎么办？这深更半夜谁会看得见啊？你别说话了，乖乖听我话。来，可是没什么可是了，不要浪费时间了。来来来来，你都弄了3个时辰了，还没弄好。谁让你长得那么丑，怎么易容都不行？我知道我长得丑，想把我易容成公主太难了。可是眼下，能替公主的人也只有我呀。好了，我替公主先谢谢你，你再稍微忍一下。我这易容膏是从西域弄来的，很快就会帮你弄好的。放心，不会疼的。谁？什么人？公主，静儿，
阿莫，我不能让你这么做，太冒险了。我是心甘情愿替公主的，而且我并非皇亲，就算是滴血也不会有反应。公主，你就让我去吧。我长这么大，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什么金皇。异族所说的金皇和亲，很有可能是陷害我朝的借口。而且，他们再三的提出要求，让我去滴血试金皇。万一他们早就打好了主意，要让我和亲呢？我跟萧阳已经想到了这一点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就替公主去和亲。那之后呢？你会委身异族？阿莫会等到了异族之后，再找机会脱身。阿莫，你就别骗我了。你若是以我的身份和亲，万一被发现了，那就是欺君之罪。就算不被发现，你也不可能脱身的，因为你一旦脱身，就会陷我朝于不利，就会让异族有陷害我们的机会。所以，你最后只会自尽殉国，是吗？阿莫，你舍不得让我和亲受苦，我又怎么舍得让你为我自寻死路呢？阿莫，陛下，7日期限已到，我想您不会再借故推脱了吧？宣公主进殿。宣公主进殿。见过父皇。这就是朕的6位爱女。晋公主何在呀？晋公主身体未愈，不便见人，就让这6位爱女先去试玉瓶吧。好，那就先试过再说吧。今天是异族选和亲公主，还不知道会选中哪位，可千万别选中最美的晋公主啊！可不是嘛。难说，让我选，我也会选最美的公主。公主是千金之躯，怎么可能下嫁给那些蛮夷之人呢？嗨，没办法呀。就是。王大哥，你也不用太担心了。我想，公主冰雪聪明，一定会想到办法拒绝和亲的。希望如此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姐姐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，你就不要再白费心机了。住口！我想得到的男人，就一定会得到。我不懂王爷究竟哪里好，值得你这样费心的讨好他？我看他跟别的男人没什么不一样。跟你说了，你也不会明白的。等到有一天，你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，就会懂了。我才不要喜欢的人呢，麻烦。走了。
位公主都已经试过，没有一个是我们要找的金皇公主。请问金公主何时才能够过来滴血施玉瓶啊？刚才朕已经说了，金公主身体抱恙，不便前来。陛下，您曾亲口允诺7日之后便可施玉瓶，今日期限已到，你还推三阻四，故意拖延，难道是意欲反悔？这样做是否有失大国的风度呢？传朕旨意，召静公主觐见。进而叩见父皇。免礼。谢父皇。静儿，你为何蒙着面纱呀？禀告父皇，孩儿身体不适，太医说不能见风，所以静儿只能戴着面纱来面见父皇。原来如此。静儿，特使点名让你滴血施玉瓶，你既来了，就试试吧。是，孩儿遵命。你们欺人太甚，竟然找个假公主来施玉瓶，蒙骗我族，羞辱我可汗。既然这样，就休怪我大军进宫，报羞辱之仇了。特使大人，息怒，息怒！不要再说了。既然无和谈的诚意，就休怪我不客气了。哎，特使大人，您切莫动怒啊！今日之事绝对不是我们存心欺骗，而是另有缘由啊！有缘由？找个假公主来蒙骗我，还能有什么缘由？其实静公主她也是身不由己，她在哪里啊？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静公主是朕最宠爱的千金，如此尊贵，怎能轻易见人？什么滴血施玉瓶，什么金皇，纯属无稽之谈。好，既然这样，就不用再谈了。我这就回去禀报可汗，咱们兵戎相见吧。特使大人，特使大人，驾到！特使大人，既然诚心来提亲，为何连本公主的真面目都没见就要走了？莫非贵邦早就已经打好了算盘，想以此为由出兵吗？公主言重了。早就听闻静公主乃是天下绝色美人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还请公主屈尊，施玉瓶吧。拥有金皇心窍的公主，乃是天下最尊贵的女子，便是我可汗梦寐以求的妻子。今天我就代表可汗向公主求婚，还请陛下成全美意。特使大人，这定论下得太早了吧？您就不想知道我为何要找一个宫女来代替吗？是因为我之前过于顽劣，以至于容颜受损，不堪匹配可汗。我怕可汗见到我的真容之后，会因失望而大怒，所以才……公主说笑了。公主天姿国色，与可汗匹配，当是天定姻缘。
公主，毁容好过和亲。既然不能嫁给心爱的人，留着这张脸又有何用呢？这叫我回去怎么交代呀？即便我是尊贵的金皇之躯，但是你们的可汗位高权重，深得天下女子仰慕，不该娶我这面容受损之人。还请您将实情转告可汗。好，只有我先返回本族，将实情禀告可汗，请可汗定夺。还请陛下和公主耐心等待消息。告辞。哎，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！这是怎么着？快传太医！传太医！静儿！公主怎么样？回陛下，公主接连几天奔波劳累，忧急于心才会晕倒，而额头再次受伤，新伤连着旧伤，又着脂粉花钿，使得伤口轻微感染。臣无能，公主额头的伤恐会留疤。混账东西！你上次就这么说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次如果找不到办法治好公主的容颜，你提头来见。皇上恕罪，皇上恕罪呀！皇上恕罪，恕罪呀！皇上，父皇，您别责备太医了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，治不好，兴许就不用去和亲了。静儿，是父皇。我也很关心公主的安危，不如我和你一起去吧。也好，那我们先去找二弟，他应该知道三妹的消息。嗯。哎，你们只担心听姑娘，那我怎么办啊？你就留在客栈等着吧。好啊，你们不管我，我倒图个自在。难得来趟京城，我去逛逛。哎，啊，王大哥，彩雀她一直都没心没肺的，心直口快。你千万别跟他计较啊！没关系的，我们先去萧府吧。嗯，好。小侯爷去了宫中，两位还是改日再来吧。哦，那这位兄弟，你知不知道靖公主的事？她现在怎么样？我还真不清楚，不敢妄言。公子还是等小侯爷回来亲自问他吧。大哥，小薇姑娘，你们真的来了！二弟。三妹最怕的就是和亲，没想到还是躲不过去。是啊，金儿现在整天不说话也不笑，而且
茶饭不思，谁劝都不理。眼看着日渐消瘦，萧公子，不是说等可汗那边的消息，如果那个异族可汗反悔，那公主就不用和亲了。我也是这么希望。今儿为了逃过此劫，不惜自毁容貌。若这招缓兵之计无用，最后还是落得要和亲的话，静儿就真的太可怜了。我相信，公主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能逃过此劫。至于容貌，我想，宫中的太医医术高明，一定能够帮公主治好的。王大哥，萧公子，现在公主最需要的就是你们二人的安慰。倘若你们二人都愁眉不展，那公主岂不是更不安了吗？还是小薇姑娘心思剔透，我这一急啊，显乱了方寸。二弟，现在三妹最需要的，就是我们的支持。有没有办法让我进宫，看看三妹？大哥可能要等等了。我和阿莫刚将郑吉安排进入禁军做副卫，一时再安排人有些不便。一来守卫保护静儿，二来也好有人陪她说说话，开解开解。郑吉，就是在南疆，你和静儿在河边救的小子，没想到我们在回来的路上又遇到了，他还救了我和静儿。哦。公主，末将参见公主。公主，郑吉如今是禁军副卫，我让他专门来保护你。我不需要保护，退下吧。公主，都退下吧。没听见吗？我求求你们不要再烦我了，行不行？让我一个人清静一下，不行吗？刚才可能是我太鲁莽了。他是金枝玉叶，而我只是个小小的副卫，尊卑有别，而我却自不量力。想跟他像朋友那样谈心说话。你别多心，公主从来不介意身份地位，她今天是因为心情不好，不是针对你。我明白，公主是性情中人，只可惜我无法帮她分忧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劝解她。公主的性子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而且她最重情义。你身在宫中，以后相处的机会还多着呢。阿莫，谢谢你和萧好爷为我引荐，让我入禁军有用武之地。公主视你为朋友，便是自己人，无需客气。可如今虽然公主身在宫中，却不一定真正安全。之前行刺公主的刺客你也见过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提防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誓死保护公主的。莫护卫，巧儿，这位是禁军副卫郑吉，以后由他来保护公主。巧儿姑娘，在下郑吉，刚进宫当差，以后还请多多指点。指点不敢当，郑大人有需要巧儿的地方，开口便是。二弟，三妹的事情你还要多费心。天色已晚，我先给小维回客栈了。大哥来京城，当然是住我这里，怎么能去客栈呢？太见外了。莫非嫌我招待不周到？哎，当然不是了。只不过大哥不想有攀附权贵之嫌吗？哦，原来大哥只把静儿当三妹，却没有把我当兄弟看。什么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啊，简直是在敷衍小弟。二弟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只不过我此番来京城，还带着小维和彩雀，那更要住在这里了。客栈那种地方鱼龙混杂，她们两个弱女子，既不安全又不方便。大哥就别再推辞了。既然你一番盛情，我替你安排。好。
小维啊，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别院厢房，我带你去看看。要是不满意啊，我萧府所有的房子任你挑。小维随大哥来，萧公子能安排住处，已经是感激不尽了。随便住哪里都好。哎，小维，你是我萧府贵客，若是怠慢了，便是我萧某失礼不周了。哎，小维，你身子弱，又随大哥一路餐风饮露，千里而来，定是吃了不少苦吧？啊，不会，这一路上大哥对我很是照顾。大哥的为人我还不知道吗？粗枝大叶的，自己都疏于打理，别说照顾你了。大哥，我没冤枉你吧？你没冤枉我啊，小维，你就听我二弟的安排，好好休息，补补身子。那就对了，大哥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妹妹。小维啊，你可别跟我见外，就把我萧府当成自己的家，想吃什么想用什么尽管提。哎，说了大半天，我还没有问小维你是否用过膳呢。我家的厨子可是京城数一数二的名家，你想吃什么，我马上让他们准备。不用了，小维不饿，我想先回去看看彩雀。光顾着三妹了，我都忘了彩雀，我先去接她。哎，大哥，这点小事就不麻烦大哥了，我派人去客栈把彩雀接回来。那麻烦二弟了。哎，不麻烦不麻烦。小维啊，你要是不饿，我先带你在府里转转。我们萧府可是京城里最雅致的府邸，处处美景如画。若小维姑娘你走在其中，那便是画中人，美景配美人，更添风雅。请。这两个人怎么一去不回啊？害我没有钱吃饭，好饿，怎么办啊？姑娘，想买点什么呀？啊，看这个，闻着好香啊！是啊，很好吃的，买点吧。让我考虑一下。啊，好。都没有钱，饿死了。管不了这么多了。你是谁啊？管本姑娘的闲事。这位姑娘，看你的样子不像小偷，偷窃之念一定是一时兴起。不过你想过没有，你偷了别人的银两，若对方有急事用钱怎么办？万一是救命治病的钱怎么办啊？你瞎了！那个人肥头大耳、脑满肠肥的，一看就是家财万贯的奸商。那些银两对他不过是9牛1毛，本姑娘只是为他花钱消灾。姑娘所言差矣，我们不了解人家，怎么能以相貌去判断人家是善是恶呢？我师父说过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勿以恶小而为之，为人者应当多行善积德，扶弱济贫。本姑娘就是贫弱，我就是要劫她的富，济我的贫。让开！姑娘，你不要一错再错。你是谁啊？你凭什么管我？你最好让开，否则的话不让。既然让我碰到了，就不能袖手旁观。所谓喂你个头！好了，姑娘，姑娘不要再打了。怕了？不是怕，看姑娘你身手不凡，想必是江湖中人吧？我也是江湖人，所谓江湖有难江湖帮，我想姑娘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难处，才被迫妙手空空。我也常穷得吃不上饭，姑娘如果不介意的话，不妨将难事告知，或许我能帮得上忙。好啊，我确实有点难事，你真的要帮我吗？当然了，所谓路见。哎，别再所谓了，本姑娘就快饿死了。给。
给你一次行善积德的机会，请我吃饭。啊？哦。好，给你钱。哎，谢谢客官，走了啊。客官慢走啊。看什么呀？没见过人吃饭。见过，就是没见过像姑娘你这么能吃的。我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，哪顾了这么多？你们人就是丑，规矩多。啊？你说什么？什么规矩多？我是说，女孩子吃饭要斯文嘛，这个我知道。我姐姐常管教我，让我举止言行要像个女儿家。不过我学不来，她就不管我了，还不给我钱，害我没有饭吃。怪不得，姑娘你看着就不像坏人。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坏人啊？你方才不还说看人不能看相貌吗？我就是觉得姑娘不太像。好啦，看在你请我吃饭的份上，不为难你了。我叫彩雀，你呢？这位兄弟怎么称呼？我叫庞朗，是一名除妖师。我先祖可是赫赫有名的东方朔。我从小就跟着师傅修仙练道，辨识阴阳，行走天下，以除妖惩恶为己任。哎，对了，彩雀姑娘，你是第一次见到除妖师吧？是啊，除妖很厉害吧？你们都怎么除妖啊？你看，有他们帮我就行了。不就是个棍子和破葫芦吗？有什么稀奇的？你想骗我啊？没有没有，这些除妖的法器是要念咒语才能用的。你不信啊？我念给你听听。哎，不用了。既然是宝物，怎么可以随便拿出来呢？这里是饭馆，人多眼杂的，赶紧收好吧，收好。啊。对啊，还是彩雀姑娘你聪明，跟我师姐一样，她也常说，在外人面前千万别露宝物。你还有师姐啊？对啊，她叫阿莲，是我师傅的女儿。这么说，她也会除妖喽？啊。那你们平常是怎么认除妖的？通常妖怪都有几个特征，凶狠残恶，狡猾多端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好多妖怪长得可丑了。你看我像妖吗？姑娘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你要是妖的话，那这里的人都是妖了。算你有眼光。那当然，我可是除妖师，只要有妖怪，我一眼就能辨认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有一次啊，我跟着我师傅去除妖。饱了，走吧。小二，付账。哎，来了。客官，半两银子。谢客官，客官慢走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破费了。哪里？对了，我也得给姐姐买点吃的。你这个朋友就帮人帮到底吧。剩下的银子也给我。你应该不会舍不得吧？不会，没问题，我们是朋友嘛。下回我再遇到你，回请你。走了。傻子。哎，完了，怎么办呢？要被师姐骂了。
什么事了？巧儿，又一个宫女死了，样子太可怕了。怎么了，巧儿？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什么又一个？公主，传说宫里最近闹妖怪，几个宫女被吸光了血，变成了干尸，样子可怕极了。皇宫里那么多辟邪之物，怎么可能会有妖怪呢？叫大家冷静一些，别疑神疑鬼的。公主，现在宫里已经是人心惶惶了，还有人说是冤魂索命来了。胡说，什么冤魂鬼怪，都是谣言。怎么，没人去查吗？禁军和大理寺都已经在查，可是查不到结果。阿莫，跟我去见父皇。无色无味，却开满人世繁华，是甜是酸，这滋味谁能解答？情话情话，在心上种一株花，这一生只等你